7月开始，针对7岁以下囡仔，为福部提供600个自动发电体检服务。挺好提早来发现讲需要早疗的囡仔。新北市即马是利用线顶系统，互家长挺好伫咧厝内面观察囡仔写检测表，也会把这结果传到卫生所，互医生评估，安排需要的医疗服务。用平板电脑就会当写自动发电检测表。7月开始，卫福部提供7岁以下儿童600个自动发电体检。过去发电体检的表单爱伫门诊才通写。新北市建立智慧卫生所的服务，互家长通伫厝内，那观察囡仔踮厝的状况，那写评估也会当较准确。那很多东西其实他只有在卫生所这个当下，他也许没有办法想到或观察到。那他现在他手机上面就可以有，所以他在家里呢就可以随时做一个记录，医师事前就可以知道孩子应该要注意些什么，所以可以加速我们看诊的速度。家长线顶完成表单，卫生所就随收到结果，会当即时评估囡仔的状况，决定医疗计划。若有异常需要进一步检查，会当转到附近的土城病院建立快速通道，随安排各科医师、自动复健师等等，提早准备需要的医疗门诊。如果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些诊断或治疗，他会通知我们土城医院的这些窗口。那窗口就会马上给他安排，他有这些需要进一步的去做评估，就会有儿童神经科，那先做评估，然后再做联合的评估，跟复健科一起，还有心智科一起做进来的评估。新北市卫生局讲，利用线顶系统发展出这款智慧卫生所服务，会赶紧杀到新北市29个行政区。除了自动发电体检服务，这套系统也会当用伫一般的民众，也是时代等等，甲泵体重、尿血压这的数据传到系统内底，加速看诊的速度，民众也会较省时间。记者林玉凯新北报道。